你有冇諗過嗰個每日瞓喺你身邊，同你食同一鍋飯嘅人，點解偏偏會係佢呢？點解有啲人拍拖嗰陣就海誓山盟，結咗婚之後反而好似前世仇人咁，日夜折磨，想走又死活都走唔甩呢？又點解有啲人明明條件差好遠，旁人點睇都覺得唔襯，但偏偏就一見鍾情，恩愛到白頭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聽心禪。如果你呢一刻都對身邊嘅伴侶感到好困惑，甚至喺感情裏面受盡委屈，請你先靜低心嚟俾個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喺留言區留低呢8隻字，緣聚緣散，皆是定數。等我哋一齊借住今日嘅佛理，慢慢解開你心入面嗰個死結啦。唉，人喺紅塵入面打滾，最難過嘅就係情關。我哋現代人遇到婚姻唔順，總是鍾意用心理學或者社會學去解釋，話呢啲係原生家庭帶嚟嘅創傷啦，話係溝通模式出咗問題啦，又或者係三觀唔合，經濟壓力太大。呢啲解釋啱唔啱呢？當然啱啦，不過佢只係解釋咗表象，但就冇觸及到靈魂嘅根本。喺佛法睇嚟，世間根本就冇無緣無故嘅相愛，亦都冇毫無由來嘅相殺。楞嚴經入面有一句極之透徹嘅話，叫做與愛我心，我憐與惜，而喺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前伏。呢句話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人與人之間嘅痴纏，本質上就係業力嘅互相吸引。你以為係你自己千挑萬選揾咗個伴侶，其實啊，嗰啲全部都係你前世自己寫落嘅劇本，今生只不過係跟住演咋。地藏經入面話，業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，能障聖道。婚姻就係兩個人業力交織得最深嘅地方。大寶積經亦都話俾我哋知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你呢世人嫁俾邊個，娶咗邊個，唔單止係月老牽嘅紅線，更係生生世世嘅因果賬本，一筆一筆，一早已經算得清清楚楚㗎喇。我成日都會同遇到感情挫折嘅朋友講一個流傳得好廣嘅公案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漫天大雪之下，一條荒涼嘅古道側邊，倒臥咗一個衣衫單薄嘅女子，因為飢寒交迫已經斷咗氣，屍骨就咁樣暴露喺荒野之中。呢個時候路過一個去考科舉嘅書生，書生睇咗呢具女屍一眼，搖下頭嘆息咗一聲，唉，真係可憐啊！不過佢嫌麻煩，只係除低自己一件舊衫蓋喺女屍身上，轉身就匆匆忙忙咁趕路去啦。過咗幾日，又行嚟一個窮苦嘅樵夫。樵夫見到呢具女屍，心入面生起咗極大嘅慈悲同埋不忍。佢唔單止冇嫌棄，仲花盡力氣喺凍到硬晒嘅土地上挖咗個坑，將呢位女子妥善咁安葬好，等佢入土為安。時間流轉，滄海桑田，嚟到今生，嗰個喺雪地度凍死嘅女子，轉世成咗一個靚女千金小姐，橋嘅係嗰個前世俾衫佢冚嘅書生，今世亦都做咗一個風度翩翩嘅貴公子。兩個人相遇啦，公子對呢位小姐一見傾心，兩個人亦都拍咗一段轟轟烈烈嘅拖。不過就喺大家都以為佢哋要拉埋天窗嘅時候，小姐嘅心入面總是有一種講唔出嘅抗拒，最後都係分手收場。直到有一日，小姐喺街頭撞到一個窮小子，即係前世嗰個挖坑安葬佢嘅樵夫。就係嗰一眼，小姐覺得心入面好似俾雷劈中咗咁，嗰種熟悉感、親切感就好似潮水咁湧埋嚟。哪怕要跟住佢捱窮捱餓，哪怕所有人都反對，
佢都死心塌地要嫁俾佢。用世俗嘅眼光去睇，會覺得呢個女仔係咪癲咗？有安樂茶飯唔食。但係喺識因果嘅人眼中，呢件事真係太合乎邏輯啦。心理學上所講嘅荷爾蒙衝動，其實就係靈魂深處嘅久別重逢。嗰個書生前世只係俾咗一件衫佢，所以今生佢哋只有一段拍拖嘅緣分。衫嘅恩情還完，緣分亦都盡啦。而嗰個樵夫俾咗佢入土為安嘅尊嚴，呢份恩情實在太重太重啦，重到佢今世係必須要用一世人嘅青春同埋陪伴去償還。嗰種不由自主嘅牽掛，就係前世儲存喺你阿賴耶識，即係你第8識入面嘅記憶密碼。佢喺暗中操控住你嘅每一次心跳。明白咗呢一點，你再調轉頭睇下你身邊嗰個枕邊人，你以為你哋嘅結合只係偶然，其實婚姻入面嘅緣分係帶住極強嘅目的性嘅。大致上可以分為幾種，你靜低心嚟細心聽下，睇下你自己究竟深陷喺邊一種因果之中啦。第一種叫做報姻緣，呢種緣分結成嘅夫妻啊，簡直就係世間難得嘅神仙眷侶。你有冇發現有啲夫妻明明其中一方脾氣好差，又或者能力好平庸，甚至家境一塌糊塗，但佢嘅伴侶就係對佢百依百順，死心塌地喎。無論你遭遇咩變故，哪怕你做生意失敗周身債，對方始終都對你包容忍讓。到你病到痛不欲生嘅時候，佢成晚唔瞓咁，端屎端尿照顧你，一句怨言都冇。呢種伴侶，佢唔會對你有好多苛刻嘅要求，佢望住你嘅時候，對眼入面全部都係疼惜同憐愛。點解會咁呢？呢個唔係因為你今生有幾大嘅人格魅力，而係因為前世你曾經對佢有過極大嘅恩情，可能係你救過佢一命，又或者喺佢最走投無路嘅時候，你傾囊相助拉咗佢一把，所以今世佢係帶住滿腔嘅感恩之心嚟投胎嘅，佢就係嚟報恩嘅。喺佢嘅潛意識深處對你好，服侍你，就係佢呢世人最大嘅使命。遇到呢種伴侶，嗰啲係你前世收嚟嘅大福報，千萬要識得去珍惜啊！第二種叫做討債緣，唉，呢種可以話係世間最令人生不如死嘅一種婚姻啦。好多嚟揾我傾訴，喊到撕心裂肺嘅人，十居其九都係遇到咗討債嘅伴侶。呢種婚姻嘅表現係咩呢？由你哋結婚嗰一刻開始，你就覺得自己好似跌咗入個無底洞咁。你冇過過一日安寧踏實嘅日子，對方唔單止可能會敗光，你辛苦儲落嘅積蓄，仲長年對你冷暴力，喐啲就情緒失控，脾氣暴躁，甚至喺出面拈花惹草，一次又一次咁背叛家庭，踩你條底線，你每日都喺度流眼淚，激到成身震，無數次喺深夜裏面問老天爺，我到底做錯咗啲乜，要受咁樣嘅折磨？但係最奇怪，亦都最令人痛苦嘅係，哪怕你已經被傷到體無完膚，因為種種現實嘅原因，例如為咗啲仔女，例如礙於面子，又或者心入面總有一絲唔甘心同埋幻想，你偏偏就係離佢唔開，抽唔到身，你哋就好似兩隻箭豬咁，每日都喺度互相撕扯，互相吉到鮮血淋漓。用現代心理學去解釋，呢種叫做創傷連結，又或者係沉沒成本太高，令你產生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。但如果你用高維度嘅佛法去透視，呢種就係徹頭徹尾嘅討債。前世你肯定喺邊度虧欠咗佢，可能係你呃咗佢嘅錢財，可能係你深深咁傷害咗佢嘅感情，
甚至可能害過佢。今世佢就係拎住嗰張冚咗因果大印嘅欠單，精準咁揾到你嚟討債嘅。你嘅眼淚、你嘅焦慮、你失去嘅財富同健康，通通都係喺度還緊前世嘅債。佢唔將你折磨到因果簿上嘅數字清零，你係好難斬斷呢條業力繩索㗎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愛人點樣勸你離婚都冇用，因為你啲債仲未還完啊。第三種叫做還債緣，呢種緣分呢，佢唔似討債緣咁慘烈、咁驚心動魄，但佢往往好似一把鈍刀咁，慢慢咁磨住你個心，令你覺得又攰又委屈。喺呢個屋企入面，你就好似一個唔識攰嘅長工，或者一個操碎心嘅阿四。你每日晨早流流起身做到黑，搏老命賺錢養家。你包攬晒屋企大大小小所有家務，由柴米油鹽到人情世故，你將伴侶照顧到無微不至，一個人頂住成個家。點知對方呢？對方就好似個闊少老爺咁，翹埋雙手，覺得你做呢一切都係理所當然嘅，從來都唔識得心痛你嘅付出，亦都未曾發自內心咁同你講過一句多謝。你雖然心入面覺得特別攰，覺得個天真係唔公平，但係望住對方，你心入面竟然又會生出一種認命嘅踏實感。哪怕一邊喺度怨，你都一樣係照樣煮飯，照樣賺錢。點解會陷入呢種毫無回報嘅單向付出之中呢？其實前世你一定係喺某方面虧欠咗佢，今世你本身就係嗰個帶住錢財、體力同心力嚟還債嘅人。你嘅奔波勞碌，你嘅付出就係還債嘅籌碼。你睇下現實生活入面，有好多中年夫妻平平淡淡、勞勞氣氣咁過咗大半世，突然間去到某一日，兩個人非常平靜咁去辦理離婚手續，冇第三者介入，亦都冇大嘈大鬧，純粹係彼此都覺得緣分盡啦，捱唔落去啦。點解會咁突然？金剛經裏面話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因為啲債還完啦嘛。當你哋之間嘅債務一旦清零，嗰種維持住你哋關係嘅業力羈絆就瞬間消失，好似夢醒咁，緣分一散，自然而然就變返毫無瓜葛嘅陌路人啦。咁就解釋咗點解我哋喺生活入面會見到咁多看似唔平等、唔合理嘅婚姻。如果你單單用世俗嘅眼光去睇，你唔識因果律，你會覺得個天太唔長眼啦，你會陷入極大嘅委屈同怨恨入面，甚至將自己個身子激出病嚟。但當你明白呢個世界上所有嘅相遇，所有嘅眼淚同歡笑，都不過係一場還債同討債嘅過程，你個心結慢慢就可以解開少少噶啦。頭先我哋講咗三種因緣：報恩緣、討債緣同埋還債緣。如果你覺得呢啲都仲未能夠完全概括到你同伴侶嘅狀態，咁你極有可能係屬於第四種緣分。呢個亦都係世間最為難得、最令人渴望嘅一種因果共修緣。咩係共修緣呢？呢種夫妻唔單止喺生活裏面可以做到相敬如賓、有商有量，更重要嘅係你哋喺精神維度上有着極高嘅契合度。你哋對事物嘅睇法、對人生嘅追求，往往都係不謀而合嘅。你哋喺埋一齊，唔係為咗互相消耗，而係為咗互相成就。你哋可以一齊孝順父母，一齊行善積德。喺遇到人生重大挫折嘅時候，對方唔單止係你嘅伴侶，更係你心靈嘅導師，能夠將你由情緒嘅深淵入面拉返出嚟。喺佛法睇嚟，呢種緣分嘅形成係非常之殊勝嘅前世，
你哋可能同為喺佛前精進修行嘅同修道友，又或者係一對樂善好施嘅清淨眷屬。你哋曾經喺佛前一齊發過大願，願生生世世結為菩提眷屬，唔係為咗貪圖世間嘅享樂，只係為咗共同護持正法，互相扶持，喺修行嘅道路上一齊覺醒。呢種因緣結成嘅夫妻，就係嚟呢個紅塵俗世裏面並肩作戰嘅。佢哋喺婚姻呢個道場入面，將柴米油鹽當作修行，將彼此當成一塊鏡，照見自己嘅不足，然後一齊成長。如果你嘅婚姻係咁樣嘅咁，我真係要恭喜你，呢啲係累生累世收翻嚟嘅大福報啊！好啦，4種緣分講完啦。我相信好多人聽完之後，心入面會有一種倒抽一口涼氣嘅感覺，跟住可能就係深深嘅無力感。既然一切都係前世注定嘅，既然我今世受嘅苦都係喺嗰度還債，咁我是咪只可以認命啦？係咪遇到家暴男，遇到吸血鬼伴侶，我都只可以打落牙齒和血吞，默默承受呢一切？絕對唔係。如果佛法只係教你消極咁去認命，咁佢就唔係大智慧，而係迷信啦。佛教裏面有一部非常經典嘅論典，叫做《大乘起信》。論裏面講到一個好核心嘅觀念：因果並唔係一條鎖死你嘅鐵鏈，因果係一個動態嘅，可以被你嘅心念改變嘅過程。咁就帶出咗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最核心嘅觀點。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去破局？點樣喺一段爛透嘅婚姻裏面，或者喺一段充滿痛苦嘅關係之中，實現逆風翻盤？呢度就需要講到現代心理學同佛法因果律嘅完美結合啦。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課題分離，意思係要分清楚邊啲係你嘅課題，邊啲係人哋嘅課題。而喺佛法裏面，呢個叫做了緣。了緣唔係叫你衝埋去同對方搏個你死我活，亦都唔係叫你喺無望嘅關係入面繼續委曲求全。了緣嘅最高境界係轉念。等我講一個我身邊真實發生嘅例子啦。我識一位長輩，大家都叫佢方姨。方姨個老公係個典型嘅大男人主義，脾氣暴躁，幾十年嚟對方姨唔係打就係鬧方姨。呢世人為咗呢個家，為咗3個仔女，可以話係做牛做馬，但從來都冇換嚟過丈夫嘅一個笑容。周圍嘅親戚朋友都勸方姨離婚，方姨自己亦都無數次喺深夜裏面喊，甚至連遺書都寫過。不過每次一到關鍵時刻，佢就心軟啦，又或者因為恐懼現實嘅變動，又死忍難忍落嚟。大家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，都話方姨係天生嘅賤骨頭。後來方姨接觸到佛法因果嘅道理，佢突然明白咗自己之所以離唔開，係因為心入面嘅怨氣太重，啲債仲未還清。如果你心裏面一直帶住憑咩我咁慘，你呢個冇良心嘅呢種強烈嘅怨恨去生活，你嘅痛苦唔單止唔會減少，反而會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。等你哋之間嘅惡緣越結越深，方姨開始改變啦。佢唔再去同老公嗌交，亦都唔再期待老公會回心轉意。當老公再次無理取鬧嘅時候，佢喺心入面默默咁對自己講：呢啲係我前世欠咗你嘅，而家我還緊，我還少少就減少少。當佢將注意力由改變對方轉移到改變自己嘅心念上嗰陣，奇蹟就發生啦。佢內心嘅痛苦感大幅度下降，佢唔再好似以前咁一俾人鬧就歇斯底里，而係變得非常平靜。而更加神奇嘅係，因為方姨唔再俾出嗰種
對抗性嘅情緒反應。佢老公嗰種暴躁嘅脾氣，